1981年3月23，我国以中华台北的名称中华国际奥会，台湾选手重新出现在国际体坛。我们国家奥会的名称，在今后将称为中华台北奥会。 当时国际奥会嘛做出保证，我国伫奥会地位，甲其他国家一律平等，台湾所失去的权利全数恢复。1996年3月23是中华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正副总统公民直选，代表国民党参选的李登辉甲连战，伫4组候选人当中以54派得票率胜出，成做中华民国第9任的正副总统。 总统说，3月23号这一天，2100万同胞为民主做了最佳的见证。我们要永远捍卫民主这一条的大道。国民直选开启了台湾的民主之路，嘛建立重要的历史价值。